医疗的消息来关心，这骹手定定会错的人，即马已经找到改善镜头的方法啦。国科会甲台大病院来合作，找到这款镜头的机制，透过交流电刺激的手术来扰乱骹手错的频率，让患者的病会当大大改善。真侪血是大人伫咧病病也是食物件的时阵，手骹拢会家己错。虽然讲袂对性命来造成威胁，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。为着要找出错的原因，国科会和台大病院来合作，利用光电科技开发出小脑脑波的技术，成功找到错斗症的核心机转，这嘛是全球神经医学上新的突破。颤抖症其实是小脑自己里面有一个内部回路过强，然后产生了一个共振，然后它会算出这个频率。研究团队讲，原发性错斗症错的频率是达标4到12摆，透过光学频率刺激的设计，证实会当调整错斗症细只鸟刺错的频率，而且应用伫临床顶悬，利用非侵入性的穿罗交流电的刺激来干扰小脑共振的频率，就当有效来消透病人错的镜头。穿颅电刺激术的方法，可以提供一些电讯号去抵消这个颤抖的频率，那看起来是初步有效的。研究团队强调，原发性错斗症是定看的动作障碍病，伫在血族群盛行率是帕金森氏症的5倍，推估全台湾差不多有40万的错斗症患者。这个研究成果未来阁会当运用伫小脑萎缩症这个脑部退化的病，去调节脑部无正常放电的现象，让更较侪患者来受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